欢迎收听9月25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思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的是哥林多后书4章7到12节。哥林多后书4章7到12节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，说到我们的一生常常为了耶稣的缘故，冒着死亡的危险，为要使他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这必朽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是保罗他在形容他服侍回应呼召的生活。他提到他自己不过就是像一个普通的瓦器，为的是要透过他这个瓦器来显明上帝的能力。这是一个两面性的说法，因为的确就上帝的眼光来看，我们真的就是很渺小很微小，不太有什么样的能力，因为相对于上帝他是全能的上帝。可是上帝却愿意使用我们这普通的瓦器，叫我们的生命来承载他这个无限的能力。在各样的挑战患难苦难当中，因为有上帝，我们能够胜过。在各样的几乎要死的情况下几乎真的就是已经无力了，被打倒了，已经废在那里，已经好像看似没有路走，却因为上帝的能力，叫我们这个像普通瓦器的生命再一次的活过来，再一次的活起来，再一次的向前走。这就是保罗他在回应他职分里面，他用这样一个很具体的形容描述他怎么看待他这个器皿，怎么看待这个使徒的身份。在这里呢，他特别讲到说，我们必朽的身体时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为要使耶稣的生命也同时显明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常常说，我们与耶稣一同死，一同复活，就是在这里讲到带着耶稣的死，耶稣他为我们牺牲，让我们这必朽的身体，让我们这些罪恶，让我们这些恼恨，让我们这些骄傲，让我们这些不相信，随着耶稣他的牺牲，我们的这些不属神的想法、心思、意念、作为，也就跟着耶稣一起死了。在这当中呢，也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让我们看见这是胜过死亡权势的一个能力，也要显明在我们的身上。一个比死亡还要有能力的，胜过死亡的，能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那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够让耶稣来拯救的呢？我们这一生常常为了耶稣的缘故，冒着死亡的危险，为要使他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。很多的宣教士，很多的传福音的人，很多的祷告者，常常就是在那个危险苦难冒着死亡危险的关头里面，透过他们的生命来显出上帝的大能。也就是说，这些服事在人看起来好像很傻，在人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意义，那这些服事者就这样牺牲啊，我活了一辈子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的确很常会有人问这个问题我为上帝活着是不是也太委屈了？我好像没有想到我自己。可是不要忘记，在这里保罗他说到，我们常常面对死亡，你们却因此得生命。这个得生命好像是别人得的，可是对这个正在面对死亡的人来说，他所倚靠跟盼望的上帝，也是让他已经得着生命的上帝。所以我们服侍者不只是面对死亡，其实我们那个背后也是已经先得了生命。这群得生命的
耶稣的门徒，持续的让人得着生命。2000多年来，我们仍然在这个生命盼望的行列里面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看重我们这瓦器。瓦器虽然脆弱，好像看似无力，面对到这个大环境的变化，我们常常是措手不及。但是主，你却让我们透过保罗的话得着了安慰，因为我们这普通的瓦器已经承载这超越我们自己的能力，也就是上帝的大能已经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我们依靠你，我们一无所缺，我们依靠你有永生的盼望。因为在瓦器看来是苦难，是逼迫，是挑战，但是胜过这世界，胜过死亡权势的耶稣基督，却让我们能够复活起来，却让我们能够领受那超越我们自己的能力，叫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看似在冒着死亡的威胁跟危险，却是再次见证主你的大能。每一天的呼吸，每一天能够出入平安，每一天能够见证真理，都是你的大能。谢谢你使用我们，让我们这普通的瓦器也能够与主你来同工，显明主你极大的能力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思谦牧师，祝福你今天也要活出上帝的能力。我们明天见。